各位大家好，我係中心主任陳姑娘，好開心咧，又喺度同大家咧主持例會嘅時間喎。咁今日咧，首先咧想同大家咧分享一則咧最近一啲新聞資訊先。唔知大家咧有冇咧係一啲低電量嘅住戶咧？如果咧你自己咧係一啲長者有電費優惠計劃嘅話咧，咁你可能咧就會收到咧中電咧就推出咗一個中電嘅電子消費券嘅優惠計劃嘅。咁咧，如果你收到啲電子消費券嘅通知咧，咁你可以咧喺近4000間嘅商戶咧都可以用到咧，佢哋100蚊應該係有2張嘅電子消費嘅喎。咁都想提下大家啦，如果咧大家收到嘅話咧，又想換翻呢一啲實體券嘅話咧，就要去翻中電咧嘅中心嗰度咧去辦理喎。咁記得留意啦，呢個消費券咧係2026年3月27號咧至到2026年10月31號咧可以使用嘅。係啦，咁大家可以留意下啦。好，另一則新聞咧，就想同大家咧做一個好重要嘅提醒喎，因為咧我哋最近咧都有一啲唔同嘅長者咧，就過嚟中心咧同我哋查詢咧，就話咧收到一個 YouTube 嘅片啦，咁咧就係關於咧就話政府咧會再派發一啲咧餐飲券喎，咁係啦，唔知大家記唔記得咧？其實我哋嘅餐飲券咧已經喺咧早前咧就一個賞你食惠嘅活動計劃裏邊咧，其實咧已經派發咗㗎啦。咁如果你哋收到啲 YouTube 片，就話咧政府會派發一啲向長者派發一啲嘅餐飲券嘅，可以直接咧入落你嘅樂悠卡嗰度咧，就千祈唔好相信啦！呢個咧係一個假消息嚟嘅。咁咧，如果你哋收到呢啲資訊嘅話咧，都要留意一下喎，因為咧據聞咧最近咧都有一啲嘅YouTube 平台啦，咁就做咗呢啲嘅片段出嚟咧，就發放咗啲假消息。其實咧政府已經出咗新聞咧，就去澄清翻呢件事件㗎啦。咁大家留意翻啦。如果咧政府有一啲新嘅公佈咧，多數咧都會喺咧即係大眾嘅新聞啦、電台啦去廣播嘅，咁咧就唔會用嗰個 YouTube 片去發放嘅，咁大家要留意下啦。好，咁跟住咧就翻嚟咧，我哋中心嘅一啲內部嘅活動啦，咁想咧同大家咧分享翻咧，今年咧我哋喺中心幾多週年啊？記唔記得我哋之前講過係40週年啊？咁開心嘅日子咧，我哋都要俾啲好嘢大家，係咪？咁為咗咧鼓勵大家咧多啲出去玩下啦，出去咧輕鬆下咧，所以咧我哋好開心啦！我哋咧得到海洋公園贊助咗400張嘅門券，係啦，咁咧就送俾我哋啲長者朋友嘅。咁大家留意翻，我哋咧都希望咧送俾你哋可以同啲親友一齊去玩下。咁所以咧，我哋咧每一位合資格嘅會員，如果你哋係5月5號之前登記合資格嘅會員咧，咁咧可以咧喺5月7號開始，即係星期四5月7號10點鐘之後咧，就親身嚟到我哋中心，咁咧就可以咧憑你哋嘅出示會員證啦，咁提供身份證嘅資料，係啦，一個身份證嘅頭4個字嘅資料，咁咧就連埋你親友嘅資料咧，就可以咧領取2張嘅門券嘅。咁咧今次咧我哋有個特別嘅節目喎，就係咧叫做咧海洋40合影遊禮，係啦，咁呢個活動咧係一個咧，希望一齊咧慶祝我哋40週年嘅活動啦，所以咧嚟緊咧我哋都會咧邀請大家喺海洋公園裏邊咧可以咧同親友有一啲合照，然後咧就 send 翻去我哋嘅 WhatsApp 度俾我哋，咁之後咧就會咧有機會咧贏取到一份神秘嘅禮物㗎啦。咁換取禮物嘅詳情咧就將會係咧6月24號之後公佈嘅。好，咁大家留意下啦。好，跟住落嚟咧，仲有一個40加嘅活動咧，就想同大家推薦嘅，特別咧係俾一啲護老者嘅朋友嘅。咁護老者朋友嚟留意咯喎，我哋咧想邀請一啲護老者咧嚟我哋中心咧，就影一啲嘅照片。咁有一個叫40加護理時光留影，咁就會一齊咧影一啲好珍貴嘅相片啦。然後咧，我哋會拼湊成一個啲禮物咧送翻俾我哋中心，一齊咧慶祝40週年。如果想體驗下咧點樣用一啲相片去做呢個活動嘅話咧，咁就要可以報名參加啦。6月8號星期一下晝2點到4點嘅時間，係啦，咁咧就有呢個40加護理時光留影嘅。跟住落嚟咧，就介紹翻咧中心咧一啲嘅最近期嘅一啲活動啦，係啦，一啲推介俾大家。咁咧第一個要推介咧就係咧全部人都啱㗎，就關於你哋嘅身體健康嘅。如果平時咧有參加開中心嘅活動，都知道咧我哋有一部儀器、一部機咧叫做身體成分分析儀啊。咁你可以 check 到咧你嘅身體嘅年齡係幾多，係身體年齡喎。可能咧你嘅身體年齡係好後生都唔定嘅。咁咧可以咧報名參加。6月3號星期三上晝有一場，下晝有一場，係啦，9點半至12點，或者係2點15分至4點半咧，我哋嘅名額咧有80人咁多嘅喎。咁咧到時咧就會邀請你咧上個身體分析儀上面咧就做個測試，之後咧就會有翻少少嘅測試結果同大家分享翻嘅。好，另外咧就係一個節日嘅活動啦。
知唔知咧？大家係嚟緊咧下個月咧係幾多嘅咩嘅節日咧？咁係啦，咁啊可能大家已經喺度答緊我啦，係咪啊？係啊，我哋咧有個端陽嘅活動，每一年咧我哋端陽敬老咧都有一個匯演嘅時間，咁咧呢個係一個大埔區裏邊啲長者中心咧會集合埋一齊。咁今年咧喺6月17號咧星期三，咁咧就會喺咧大埔嘅社區中心咧都有呢個活動嘅喎。咁今年咧我哋咧都好開心有份一齊參與啦。咁我哋咧有20位名額嘅，係啦。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咧就可以咧剔翻呢個抽籤飛報名啦。咁仲有一個中心嘅活動咧，要推薦俾大家。我哋咧喺6月26號咧就會舉辦沙頭角海鮮大旅行啊，係啦，就會去食啲海鮮餐嘅。咁同埋咧去沙頭角度遊覽一下啦。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就喺中心度剔翻報名啦。咁我哋今次嘅名額咧有46人，係啦，會員咧我哋收185蚊。咁如果係護老者咧，我哋都歡迎嘅，咁就係200蚊一位咁樣。咁大家可以留意下。好啦，另外咧就最近期咧都想咧同大家做啲招募啊，係啦，招募乜嘢咧？就招募啲義工嚟幫手嘅。咁啊，如果你哋有興趣做義工嘅朋友咧，就可以留意下咧，我哋嘅月表裏邊咧就主要有2個嘅義工活動啦。咁第一個咧就係關於咧叫做智老友義工訓練。咩叫智老友咧？智老友咧其實係講緊咧我哋去幫一啲認知障礙症嘅朋友嘅。咁我哋有啲相片說故事嘅活動啦，係啦。咁如果你有興趣，可以咧參加我哋6月5號同埋6月12號咧星期五嚟嘅，就2點15分到3點30分咧，我哋招募10位嘅義工朋友咧，嚟緊咧會喺我哋嘅服務裏邊咧要幫手去做一啲即係相片說故事嘅活動。咁所以咧都需要咧你哋咧可能識得書寫簡單嘅文字啦，咁先可以幫手嘅。咁第二個嘅義工活動咧，就其實我哋做緊一個叫園藝啟迪生命教育活動嘅。咁咧，我哋有個叫生命教育大使，係啦。其實咧，上一個期咧已經招募緊一啲義工噶啦。咁我哋咧6月24號咧，其實仲有一個叫義工園遊藝嘅活動啦。咁係啦，咁就想邀請大家參加，就係星期三嚟嘅9點15分到晏晝嘅12點30分，係啦。咁就會咧同我哋一啲嘅義工咧就會參觀去，我哋會出去參觀呢個都市綠洲啦，同埋咧參與一啲種植嘅工作坊嘅。咁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咧就可以報名啦，或者有查詢咧就可以聯絡我哋嘅中心嘅梁姑娘嘅。好，最後咧就有少少活動咧，就想推介翻咧俾我哋宏福苑嘅老友記朋友啦。咁大家咧都知道咧，我哋中心咧一直都好支持宏福苑嘅朋友啦。咁因為咧得到一啲基金或者一啲嘅協會嘅贊助同埋一啲嘅幫忙咧，所以咧我哋嚟緊咧都會有啲特別嘅節目咧係即係都俾宏福嘅朋友嘅。咁所以咧就可能每一期嘅月表咧，大家可以留意翻。咁喺6月份咧就率先咧會有咧一啲關於音樂治療嘅活動啦，包括咗咧係一個音樂治療嘅小組啦，就6月2號至到6月23號逢星期二嘅12點半到2點鐘，係啦。咁名額咧有10位，咁希望咧透過音樂治療啦，透過音樂嘅活動咧，都可以令大家咧放鬆到嘅身心啦，亦都可以抒發到情緒啦。咁如果你話啊，我未必得閒嚟小組活動嘅，咁都歡迎咧宏福嘅朋友咧可以咧參加我哋嘅心靈樂章嘅一個工作坊，咁就6月5號係啦，星期五嘅上晝10點就至到1點鐘係啦。咁我哋名額咧都係有10位嘅，咁咧都會係由咧音樂嘅治療師咧就主持嘅。好，另外咧都有一個活動咧，係一個外出嘅活動咧，都俾宏福嘅朋友喎。咁咧就係叫谷埔水之園，係啦。咁我哋分別咧就有2日嘅時間嘅，咁2個都係星期六嚟嘅，分別就係6月6號或者咧係6月13號嘅。咁我哋咧就會帶大家咧去到邊境嘅谷埔嘅地方咧，就參觀點滴是生命嘅水之園嘅教育基地嘅。咁另外咧就都會品嚐個客家菜啦。咁都希望大家咧可以有機會咧出去行一行，走一走，輕鬆一下嘅。咁留意翻咧2個活動咧嘅集合地點咧有唔同喎。咁6月6號咧就會喺九龍嗰邊集合，咁6月13號咧就喺翻本中心集合嘅。咁啊睇下你哋有冇時間出席啦。如果有時間都可以歡迎你哋踴躍報名嘅。最後真係提醒翻大家咧，就係咧記唔記得咧？我哋今年咧40週年咧，我哋第一炮咧就其實同大家宣傳咗咧，我哋都今年有個特別嘅安排啦，就係咧可以免收大家續會費嘅。咁但係咧都有一個時限啦，就希望大家咧可以喺6月30號之前咧就要嚟中心辦理呢個續會手續啦。咁如果你仲未嚟辦續會手續嘅朋友咧，就記得喺6月30號，2026年6月30號之前咧就要辦理好續會手續，咁咧就可以咧享有呢個免續會費嘅優惠嘅。
好，多謝晒大家，咁我哋今次嚟到呢度啊，遲啲再見，拜拜。